其實這幾天來呢，特別是攏有這食毒塞車的案件。根據這個警政署的統計，2020年1月到4月這當中，攏總是查到4725件，這個數字是比去年同期閣增加2.7倍。內政部是來宣布食毒塞車防治新制呢，已經正式實施，包括着這個喙瘻快篩陽性是會當現場抓人的，也若食毒塞車嘛來列入這預防性的記錄。另外，交通部嘛來研究這未來會加重這個食毒塞車的刑罰。食毒塞車的代志是常常發生。根據警政署的統計，2026年1月到4月查到4725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2.7倍，顯示食毒塞車的問題是真嚴重。內政部警政署拜二宣布，食毒塞車防治的新制度正式上路，要加強毒品防治的力頭。降低交通安全上面的風險的時候呢，警政署可以說是展現了相當多的這個量能哈。那同時呢，我們在源頭打擊的部分也是一樣哈。在今年第一季，對不對？今年第一季的時候呢，已經有查獲370處的這個毒煙彈的分裝廠哈，總共攔阻了150萬顆的毒煙彈。警方指出，這擺新制重點有2項，頭一個是引進喙瘻毒品的快篩，若是佇現場驗到陽性，也是拒絕檢測，唔免閣請示檢察官，都通佇現場按照現行犯的逮捕。另外一項是配合平訴法的修法，把食毒塞車列入預防性記憶範圍。5月15開始實施，針對有食毒塞車記錄、行為異常等有高風險的人，警方都通甲法醫申請羈押。那交通部講，未來嘛建議加重食毒塞車的處罰，要加重罰款。那我們也會同車連坐罰，那加強強制的尿液採檢，那也有包括說如果是吊銷駕照，我們要重新考領的話，都還要有介質的一個依據，我們才能重新申領考照。除了新制上路，內政部警政署嘛宣布，會甲交通部、法務部、甲高檢署等機關下部會合作，阻擋毒品的流通，甲食毒塞車的風險，共同守護個人道路交通的安全。記者高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